镜头转来到国内，马来西亚有一个姓柯的盲青，伊来台湾了后，说含厝内人失去联络，结果去互警方查到伊在做诈骗集团的车手。另外，中华园林的警方是抓到诈骗集团的车手，伊捌哄骗200多万，从网络找头路，想袂到家己落尾嘛加入去诈骗集团。苦嘞！警察啦！发机回来啊！警察将这个行李故意的查甫人抓来，因为边这个65岁婚礼人将钱交予23岁姓吴的查甫人，就是讲这个婚礼人互人诈骗，将这个收钱姓吴的，还有边这个过的姓吴的拢抓起来。他在啦！快来啦！手过来！一个姓吴的还阁想要走，好佳在有过路人斗相共压制，不过过程中所长卡起切着伤。边这个婚礼人本来就是讲伊是被害人，无想到讲伊也是诈骗集团的车手。我们都看在眼里了，坐下。中华园林这个姓陈的女子做诈骗集团的车手，负责面交提钱。警方也阁查出，伊进前也和诈骗集团骗200多万，因为欠钱，上网找投资公司做收钱的工作。佮佮骗讲做诈骗的工作若有代志，公司也有代志，讲公司唔是诈骗集团。陈姓女车手先前已被诈骗集团诈骗新台币210万元，在社群网站寻找工作，又找到诈团的投资公司，沦为诈团的取款车手。警方伫咧因的身躯顶查到犯人的手机加现金90万，加被害人的钱保条。同款也是诈骗集团被抓，抑个即个车手伫咖啡厅加被害人面交要提钱，互警方当场抓到。哪里人？马来西亚来多久了？原来这个姓柯的查甫人是马来西亚人，抑个是一位盲红，就着免签证来台湾旅游。听讲会当哪算哪趁钱，无想到讲是互诈骗集团骗去做车手。你自己的手机嘞？他们拿了是吗？你的手机在他们那边。案件依照诈欺、洗钱、加银行法定罪嫌移送法办。中华地检署已经成案核准，中华县警局进前捌公布，今年1家到11家，总共抓到1000家诈骗车手。其中外籍车手的比例愈来愈增加，敢若是下半年就11位外籍车手被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